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呢條影片。今日同大家講解2025年最熱門嘅10款 AI 股票自動化應用程式。根據熱點數據 HotPoint Data.com 統計，有超過60%嘅投資者話 AI 工具幫佢哋提升咗投資回報，仲有70%嘅交易者覺得 AI 令佢哋嘅決策更明智。想知點樣用 AI 喺股票市場揾到黃金機會？即刻同我一齊睇，包你有新發現。Trade Ideas， 日間交易者嘅秘密武器，佢用 AI 掃描市場，即時俾你買賣信號。我試過用佢揾到幾隻潛力股，真係快靚正。TrendSpider， 自動化技術分析神器，幫你捉到市場趨勢同形態。我用佢睇過大市，準到我都唔信。Sign， 用 AI 分析新聞同社交媒體，俾你第一手市場情報。我試過用佢避開幾個市場陷阱，救我一命。SignalStat， 將 AI 信號轉成真交易，支援多個經紀商。我用佢自動跑過幾單交易，慳時間又安心。StockHero， 新手救星，唔使寫 code 都有交易機器人。我用佢試過幾個策略，效果意想不到咁好。Tikron， AI 預測股票同 ETF 走勢，勝率高得嚇人。我用佢嘅機器人賺過幾次，爽。Crowd， 用機器學習俾股票評分，仲有獨家 CaseCore。我用佢篩選過，揾到幾隻靚股。AppBot， 用 IBM Watson 技術分析全球市場。我試過佢嘅 ETF 建議，穩陣有回報。Alpaca， API 交易平台，自己整 AI 策略。我搞亂過一個簡單機器人，學到好多。Numerai， AI 交易模型比賽平台，優勝者仲有機會投資。我玩過一次，雖敗猶榮，增進咗 AI 知識。呢10款 AI 工具各有千秋，新手老手都啱用。AI 唔單止令投資更簡單，仲幫你揾到更多機會。仲等咩？快啲試下啦！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，一齊用 AI 賺大錢。下次見。